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7月16日啦。今日農曆嘅6月初3日係星期四，係叫做辛卯嘅金兔日，就生1951年同埋2011年嘅人呢，就叫做辛卯金兔啦。咁今日呢，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兔咧就要同雞相沖，就沖一隻咧叫月酉嘅木雞，就生1945年同埋2005年嘅人呢，就叫月酉木雞啦。咁同時亦都沖一隻咧叫丁酉嘅火雞，就生1957年同埋2017年嘅人呢，就叫丁酉火雞啦。咁今日沖雞之中呢，呢隻火雞同木雞呢，就比較嚴峻嘅，皆因呢，佢哋係天黑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嗱，兔同雞相沖咧，通常就應喺咩地方多咧？通常係喺感情上咧，容易發生問題啦。咁容易有意外啊、災傷嗰啲問題出現啦。咁身體方面咧，特別要小心咧，手手腳腳啦。所以咧，今日咧，尤其是要特別注意咧，就係車禍啦。咁所以過馬路嘅朋友同埋揸車嘅朋友咧，要注意啦，交通意外啦。嗱，逢沖咧就必動嘅，所以咧我建議咧屬兔嘅朋友同埋屬雞嘅朋友咧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、贈醫施藥啊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佈施啊，將自己運程咧提高佢，希望咧喺今日裏面可以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三煞位咧就喺西面喎，咁西面咧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咁再加上呢一個月嘅西面咧，有一粒五黃星就飛咗落去，故此嚟講呢，呢個西面呢，切記不能動土，尤其是屬雞嘅人就更加不宜動土，因為呢西面呢係雞嘅方位嚟嘅。嗱，今日有兩個時辰呢，要特別要注意嘅，就係一個早上嘅5點到7點個辛卯時，一個晏晝嘅5點到7點嗰個丁酉時，特別要注意兩個時辰啦。嗱，今日如果想催財嘅話咧，咁最好嘅方位咧就喺邊度咧？就喺東面啦，因為喺東面咧就係財神到嘅位置嚟嘅，咁可以向住東面行15分鐘去迎接財神啦。如果想揾一個財神時嘅話，今日嘅財神時就喺晏晝嘅5點到7點嗰個丁酉時啦。不妨把握呢個財神時啊！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先。原來係屬馬、屬虎、屬蛇、屬狗、屬豬、屬羊、屬猴，都係今日幸運生肖嚟嘅噃。我哋睇下呢啲生肖究竟有幾幸運啦。講到屬馬同埋屬虎啦，咁佢就有天月貴人去睇佢嘅喎。講到屬蛇方面呢，咁佢就有天官貴人啦，同埋福星貴人去睇佢嘅。講到屬狗啦，咁佢就有呢六合貴人去睇佢嘅。講到呢個屬豬啦，屬豬咧同埋屬羊咧就有一個三合貴人去睇佢嘅。講到屬馬騮啦，咁佢就有一個喜神去睇佢嘅。所以嚟講咧，今日屬馬、屬虎、屬蛇、屬狗、屬豬、屬羊、屬猴都係非常幸運嘅生肖嚟㗎。好啦，我哋大家要知道咧，想逢凶化吉最好嘅方法咧，就係要多做善事。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切記啊，你今日所做一切嘅善行咧，終將都回到你自己身邊㗎。大家多做善事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。